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水公司公告，今仔全台湾真侪关市要换管线，上侪停水2天。台湾高铁早起通讯系统故障，大约有2000个乘客受影响。农业部按说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粉饲鸡，国内阁有400多场用粉的饲鸡，也嘛邀请农民来参详。西班牙巴塞隆纳爆出非洲地震疫情，怀疑是亚地的假释受到污染，恐惊影响到几10亿欧元的猪肉产业。来看台湾自来水公司公告讲，今仔开始，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阁有高雄市的部分地区，配合换管线顶工程会停水，也是减压。部分所在哦，要等53点钟后才会送水。台南市都有将近32万户停水，有袂少店家拢受到影响。先甲遮喷水了后，才搁落去起泡，听到要停水消息，这间汽车美容店本正一天10几台来洗，单剩1、2台，业者甚至让旁驶警察车来洗。主要因为星期透早9点到半暝12点，台南18区要停水39点钟，那洗菜业受到影响，嘛有卖饮料的拍算卖偌济算偌济，卖甲无水就休困。暂时搁我度，明仔载因为阮有水太关系，所以明仔载就唔知啊，就这个水用完了呢。经过雾状的，所以它的用水会比较少，不像我们在用水桶啊，或者是用水管啊，我们在洗车会造成很多的水的浪费。用完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以休息，那或者是以做室内的车子内部的整理。这回台南大停水，主要因为台湾自来水公司要进行稳定供水、甲强化供水轮性工程。那停水范围上大的是东区将近40里，这阵人口上侪是大地理活动中心、外口设临时供水站。公所嘛推高车衫中岛过后会进入高峰。取水的状况，民众非常的有踊跃或是有排队的情形，我们也会随时的联系我们的自来水公司能够随时机动的过来把水补足。咱这个里会使讲旧部落跟新社区的结合啊，所以人口数又很多啊，所以很积极固定很积极在协调会当来遮下这个加水站，和大家人。以便不只是虚啦。台南停水甲降压范围内有真侪旅社，为着避免影响旅客权益，猫饭店规划先暂时无提供游泳池服务。停水唔干那台南，自来水公司公告，包含新北、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县、嘉义县等各地区停水时间拢无同，上长有连续53点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湾高铁早起通讯系统故障，中到11点才修理好势，有真侪班车慢分超过60分钟哦，大约有2000个人受到影响。高铁会室内嘛表示讲会依照规定来退费，若慢分超过60分钟，就会专业来退费。列车慢分才到，月台顶大批乘客排队等待，早起9点19分，高铁发生通信系统异常，全线营运拢受影响，随启动闭环机制，由高车站接着控制列车运行。受这个影响，有列车要临时停车。我们是在苗栗后龙嘛，刚好在山东那边停下来。有停下来？对，停下来，停了大概10几分钟吧。就离开新竹以后，中间就停了，停了20分钟。有旅客为中部就罢，到的时间延迟大约半点钟，来到台北车站列车看榜，路人就罢，几啊班列车拢显示延迟。高铁交通广播各正派人力协助旅客。旅客非常抱歉，由于通讯系统异常，耽误您的时间，敬请见谅。高铁公司表示，会依照旅客运送客约办理退费。旅客到目的地车站时间，若比时刻表规定时间慢30分钟以上，无满60分钟，退函实收票价50%；满60分钟以上，退函专家票价。实际原因不知道，对，没有讲。对，就行程就被影响。对，有被影响到。基本上就是配合高铁的运作了，因为不然就是搭捷运自己过去的。为少商务旅客行程受到延误，高铁公司表示，紧急抽修了后，已经伫10点49分修复完成，各车次渐渐恢复运行。这件通讯异常事件造成大约4班次延误超过30分钟以上，影响大约2000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去宜兰了解后备礼部3营的教育调及训练，有无人机的操作高小部队战斗顶训练。总统嘛强调讲，国军官兵虽然是前线线的主战部队，
也毋过后备部队是咱国家整体防卫力量的基础，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和平。不可能靠一纸和平协议就能够获得，也不可能屈从侵略者的主张就有办法得到和平。即便是要去进行和解的工作，也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做后盾，才能够保护国家整体利益。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后盾的话，所谓和解，最终都沦为投降而已。总统表示讲，政府提出8档总经费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来打造台湾之盾，望讲第一时间来保存咱国军的战力，保护关键基础的设施，卖当来保护咱国人性命财产的安全。再来看总统赖清德提出1.25兆国防特别预算，也毋过在野是真反弹。伫立法院听诉委员会中道来讨论敢要排5个议会来审查。也毋过，南北党团是拢表示讲会暂缓来提立案，要求赖总统必须爱先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爱个接受随问随答。也毋过，民进党团是强调讲随问随答是违宪，呼吁在野党应该互国防特别条例交付委员会审查。中共相关台海经济紧张，为了强化台湾防卫能力，总统赖清德宣布提出1.25兆国防特别预算，引起关注。行政院将强化防卫韧性，甲无对称战略警力采购特别条例送到立法院，并且伫定数委员会过关，会当排案审查。面临在野挑战，若被出手主动，呛声会封杀暂缓立案。国民党团总召鲍君基强调，无支持判押军告，民众党各种积极，即必使用相关对比军告，敢会当如期交会。就在今天，要塞进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贸然的要全国人民在完全不知道情况之下，要一个空白的授权。请问赖总统，敢保证可以形成及时的战力吗？国防预算的支出不会排挤跟一般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福支出吗？呼吁在野回头上岸，不要再在程序委员会阻挡行政院依宪法规定提送给立法院审议的案子。南北党团不办政府过去无说明中共2027年给予还台能力，要求赖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讲清楚台湾面临的威胁，甲预算要买倒一寡武器装备，也坚持随问随答。不过，民进党团表示，这个部分已经违宪。我觉得要头问口答，就是说他一定要来这里听我们的意见，他不用来呀，还在干什么？他在总统开个记者会就好了。对台湾防卫能够加强的，好像国民党直接就是暂缓，甚至直接就是阻挡。我们认为国民党还是要审慎思考，不要所有的事情都站在中共那边，而不站在台湾这边。朝野针对国情报告的方式无达成共识，罗斯福认为底线就是通问通答。赖总统到立法院爱甲国会互动，接受国会监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证实讲，南韩的对顶关税降到15%。有专家是认为，这有可能影响咱台湾的出口，尤其是传统产业。经济部国务署嘛宣布讲，会来增加预算，辅导厂商争取订单。国际经贸有变化，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伫当地时间初证实，因为南韩已经伫国会提出法案，准备实现对美国的投资承诺。美国依照协议将关税调低到15%，包含汽车、航空零件等最后进口品项，佮回缩到11月初日，互竞争的国家产业佮增加压力。现在如果在韩国生产的这些工具机，它拿到是15%，如果在汇率上面又有一些作为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说，韩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报价力会非常有竞争力。学者分析，台湾、韩国产业结果同款，目前电子产业爱单232条款相关调查结果未受影响，不过包含石化工具机、手零塑胶团产可能影响较大。台湾若共款争取15%税率，爱关注背后的投资金额。韧性特别条例是460亿，那在我们贸易署的话是有100亿的一个拓销的一个经费，参展的补助我们也大幅提高，
大幅提高到2年的话，我们有提高到55亿的一个参展的补助。经济部国务署也宣布真济措施，协助业者争取海外订单。有个别厂商国外参展补助金额4到6万，提悬到12到16万；工协会国外参展补助4到16万，提悬到上悬25万。也鼓励厂商到店设台湾馆，针对企业争取海外订单，也补助布局海外通路，也有买主直达。新的措施是买主直达，业者可以直接邀请买主来台湾，那我们帮忙负担他的机票费、住宿费。针对出口较弱的传统产业，国务署也强调，会将做重点沟通对象，未来也利用 AI 优势协助产业升级转型，找到更较侪出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4档警方查到超过20万公斤的毒品，最近搁抓到湘西白海洛因有19公斤哦，价值是超过2亿。警方嘛查到有走私的鸦片回载。警方临检11台白车，驾驶乱报身份，先去加速逃走。到底要报什么？下来。有啊，我报了、啊。你下来。我报了，我报。你干嘛？远景摄向一名差点就被交掉。代志发生在初暗时10点外，台北市保台警察伫中山区执勤受伤，好佳在就医无要紧，毋过驾驶逃走，到即马找无人。为该车拒绝受检，加速逃逸，后续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当告发，并依刑法妨碍公务罪嫌侦办。日日看到基检动机未照甲食毒了后洗超关系，尤其国内毒品泛滥，官方这4年查到毒品超过20万公斤，比顶一期3万多公斤，增加5.74倍。目前全行动阁罕见查到湘西白海洛因。他把这个高纯度的海洛因呢放在这个艺术根的这个底座，再用那个高级的树脂把它密封，所以呢，你从一般的检测的方式根本检查不出来。它就是毒你不敢去把它破坏，你破坏如果没有毒品，你就要赔出很多的一个赔偿。用提出技师公开技术顶，制造厂海洛因庄靠19公斤外，乌市计销超过2亿。不过警方表示，若是无国际合作，无法度发现毒品走私来台湾，就连电商平台也正做运动的管道。其实不只是淘宝，还有包括像虾皮这些，他们这些业者，因为他没有大陆业者没办法直接在台湾卖东西，所以他们会透过这种电商平台，利用私人的方式来把大陆的货物媒介进来台湾这样子，那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行政上的管制漏洞。那电商平台正做运动的工项，这摆缉毒行动甚至第一摆查到罂粟回载，因被提炼做第1级毒品吗啡等等，也让行政院长杜荣泰承认，在阻绝毒品依然有进步空间。现实让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部分需要精进。这种不法的种子，我们已经管制了很多，更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缺失漏洞。无论是集集不法经济，也是管制电商平台，政府反毒工作拢会强化，将毒品冻结境外，才袂影响社会治安。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防止非洲猪只，农业部按算2027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目前是阁有400多场用喷饲猪哦。农业部今仔嘛邀请各地农民来参详，有人是支持讲应该马上就禁止，也毋过哦，某人非常反对。拜二早起，来自各地猪农和农业部针对禁止用喷饲猪的议题召开会议。因为农业部规划对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农业部打算让猪农在2026年1年的时间做转型。这个政策一个出来，支持和反对的猪农拢有。目前用喷饲猪的猪农认为讲有监控系统，甲喷煮过就无问题，希望卖全面禁止。厨余有经过高温蒸煮。再来给猪吃是最好的去化，也希望中央可以给那个养猪户一条生路。不过，有猪农非常赞成，认为农业部根本就无需要等到2027年才实施。真正国内标出来非洲猪只的时阵，就一定看出来问题，即马就要全面禁止。坚决反对厨余再度进到我们的畜牧场，不要说1年的漏入条款了。根本就不需要了，已经处理那么久了。对此，农业部是回应这个政策还未定案，因为目前国内各有8个县市无全面禁止，所以才会开会，希望听各界的声音。刚喜胜确定？没有啦，这大家先征询地方跟相关单位大家的意见。那最主要还是在周4的时候，那整个政策才会整个拍板确定。
为着要鼓励猪农改用饲料，农业部也推出来转型方案。今年底提出的申请者，每只猪会当补助3600块，设备补助上悬也会当补助到300万。农业部表示，未来会提出更较侪方案，帮助猪农转型。记者台下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西班牙巴塞隆纳最近阁爆出非洲猪瘟疫情怀疑讲是山林的野鸡食到受到污染的食物造成的。地方是赶紧来封锁北边的山区，正烦恼讲若疫情传出去，会影响到西班牙一档几12万的猪肉产业。西班牙警方扣封锁线，禁止民众入去科塞罗拉自然公园。大阵无人机甲警犬伫山区找找野猪仔活动的脚链，因为官员怀疑有可能是野猪仔食到受到污染的食物，感染到非洲猪瘟。搁伫公园之间挖来挖去，毋才会扩大。公园住户互人要求甲狗仔绑好条，禁止挖进水源，看到野猪仔就要随通报。No podemos ir para allá y ahora la tengo que llevar atada porque ella se va al agua y bueno, y no podemos hacer deporte ahí, pero bueno, ya nos apañaremos. 这届封锁也互部分居民想起2020年新冠疫情封城的记忆。这支野猪仔数量早就已经失控，因为非洲猪瘟无疫苗，政府强化消毒站，无论巡山的警察也是军事单位的车辆，拢必须要消毒了后，才会当离开封锁的区域。El periodo de la pandemia me recuerda. De todas formas, esto es por dejadez, porque antes estaba más controlado porque había cazadores y controlaban los jabalíes. 西班牙是欧盟上大的猪肉出口国，逐档出口数十亿欧元的猪肉。专家指出，若种疫情扩大到养殖场，毋但会大规模来杀猪仔，更较有可能互主要的人客，包括英国、甲中国、日本，全面禁止进口。英国、甲中国目前已经针对受到影响的地区启动限制措施。La peste porcina afecta económicamente muchísimo al sector productivo de porcino. No afecta a humanos, es una enfermedad exclusivamente de los porcinos. Y genera unas pérdidas económicas tremendas y una letalidad abrumadora. 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全面加强农场的监测甲隔离的措施，强调也袂伫一般猪仔的身躯顶发生病例。毋过，敢会当阻挡病毒，会是未来几礼拜以来全球猪肉市场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洪都拉斯的总统选举，因为计票系统出问题，目前是阁无结果。也毋过两个候选人的立场是拢合话台湾，已经统计完成的选票，两个人嘛敢若差515票。当地选委会是呼吁民众要爱保持耐心哦。有媒体嘛认为，这恐惊个等几礼拜才有法度知影结果。拉丁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大选面临几礼拜无确定局势，由于计票系统出现技术甲稳定性的问题，保守派候选人阿斯夫拉甲另外一位亲台候选人纳斯拉亚目前平保盘。国际媒体报道，阿斯夫拉微幅领先，纳斯拉亚公开质疑初步结果的公正性。Todo el pueblo hondureño, el CNE que termine de hacer su trabajo. En este momento hacen falta muchos. O sea, entendamos que el resultado que dio el CNE es un resultado manipulado por el Partido Libre. De hecho, el primero que se fue a sentar a la mesa fue el representante del partido que dijo que no iba a aceptar el TREP. 面对目前总统选举结果烧伫不下，选民表达对改变的愿望。Mucho delincuente aquí. Y para que ya no anden saqueando las arcas, ¿me entiendes? 今年67岁的阿斯夫拉捌做德古西加巴市长，却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72岁的纳斯拉亚封认为是亲台候选人，伊捌表示若当选要甲台湾恢复邦交。伊嘛批评洪都拉斯甲中国建立全面关系，佮有过去甲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对本国的产业，尤其是虾的出口不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要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离境。路透消息指出，讲川普伫11月下旬有敲一通电话给马杜罗，讲要予伊1礼拜的期限，1礼拜5进前就爱流亡第三国。无的话，美国会再来提出经济制裁、刑事起诉，佮军事施压。消息传出来，马杜罗随着上街头，甲支持者伫首都集会，话讲伊会捍卫国家，未受到压力退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伫总统府外举行集会，伊亲身出面对支持者宣布，绝对效忠委内瑞拉人民，嘛强调委内瑞拉经过22礼拜的侵略，根本就是心理恐怖主义。
Si hace 22 semanas amábamos a Venezuela, hoy la amamos infinitamente y estamos dispuestos a seguir defendiéndola y a llevarla a caminos seguros de paz. 马杜罗会有这么大动作，是因为除了伊和美国总统川普两个人伫媒体顶悬公开对话以外，后壁还有一条关键的热线。路透社真侪消息人士指出，川普伫11月2日和马杜罗通话时阵，提出一项最后的提案，限伊一礼拜内接受离境安排，前往第三国流亡来换取美方撤销部分指控甲制裁。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市中心会当看到红拍拍的人山人海，执政党号召支持者出门保卫总统，配合马杜罗徛上舞台，摕千里镜看向人群的手，唱无爱战争爱和平的歌曲来跳舞，强调家己毋是问题的核心，而且是代表一个愿意捍卫国家的人民。伊一再保证家己对过身的前总统查韦兹就职会用一生的代价，保持对革命甲人民绝对忠诚，绝对袂伫压力下退让。Con el presidente Maduro, donde nosotros, la fuerza trabajadora, se aboca al llamado que hace la patria, al desarrollo de la patria como fuerza que hacemos para hacer respetar nuestra soberanía. 同一个时间，美军伫加勒比海附近的存在感嘛愈来愈强。美军的战机和运输机伫波多黎各罗斯福路的基地起降。配合进前已经部署的航艦甲军艦，对委内瑞拉外围的高压军事态势，川普进前宣布，委内瑞拉上空应该看作是完全关闭的空袭。虽然对着是毋是动武，伊回应卖过度解释，但是不断累积的军事甲制裁毒枭的名义，互外界忧心，万一谈判失败，最后通牒可能会变作是更较直接的军事冲突。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桃园今年1月到11月，针对无让过路人行行，是开出1万9000张的罚单，比去年的同期增加1成。也毋过哦，过路人的交通事故嘛减少超过1成。影片中行人违规乱过大路，互奥多摆弄着；另外一件行人行伫绑尾线，奥多摆无停让，直接弄着。桃园警方11月启动行人交通安全大执法。针对无停让行人、甲行人违规加强处理，11月拢总处理415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169件。这个期间，行人交通事故比顶个月减少10件，降8.16%。针对不停让行人及行人违规加强取缔，1个月内共取缔4158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倍以上。11月份行人交通事故较10月份下降8.16%。交通警察大队表示，今年1到11月拢总处理无停让行人约19000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0.65%。同期间行人交通事故是大降13.7%，对行人友善环境改善，民众也真有感觉。是比较好了，对行人比较有保障啊，而且车子大部分都很有礼貌，都会礼让。骑机车或是开车的人会更注意到，如果行人有穿越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先礼让，也希望行人那边互相体谅，我们也在等。针对提升人本道路安全，立法院也伫10月底完成修法，提悬无停让行人者处罚金到18000块起，当中也是希望搁较下处上悬36000块，搁吊销驾照。就等行政院公布实施日期。交通大队也呼吁驾驶一定要遵守停让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竹科学园区西大路跟食品路路口，昨暗有一台白色轿车伫咧等红灯的时候，驾驶亲像戆神去弄到头前的6台奥多摆，有民众互缀伫车卡。现场的民众是斗相共，甲人救出来，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车祸发生伫下班时间哦，所以园区附近是大塞车。奥多摆约搁咧等红灯，后壁的白色轿车煞雄雄对头前冲，骑奥多摆的人就亲像骨牌共款，全拢有车弄倒。搁骑奥多摆的人，互车缀伫车卡，现场10几个民众合作，才甲轿车卷起来，甲人成功救出来，赶紧送病院。我还在看到底是哪一边，我要闪那个声音，结果才看完以后，这车就整个撞到。人怎么样？他比较有擦伤，有点不舒服。
人刚才站不起来，我一回头看就发现有人在车底下，你看不到你，然后就场面就一片混乱，就看到一个人趴在车被压住。代志发生伫拜一暗时7点外，车祸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送医。好佳在受伤的民众经过急救，拢无大碍。警方嘛到现场厘清车祸原因，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轿车驾驶塞车共行所造成。在东区石饼路与西大路口发生自小客车追撞6辆机车，造成8人受伤之交通事故，所幸伤者均无生命危险。经本队同仁到场处理，本案驾驶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警方在此呼吁各用路人，驾驶车辆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发生车祸的这个路口是往克安区的重要路口，加上拄好是下班时间，车祸嘛造成园区大塞车的状况。好佳在并无造成重大的伤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昨暗高雄市区有一个70多岁阿嬷塞车可能是路无解释，结果驶伫轻铁的铁轨路顶头，路尾是链仔吊的，才停车。警方用吊车甲车闪走，嘛有轻铁有8个车帮忙分，加载是无人着伤，这驾驶警方移送法办咯。初一暗时7点外，监视器画面内底，高雄市信路这个白色轿车方向灯拍落，要正越过开旋路，疑似路草无色，也未到轨道提早越，煞行对高雄轻铁的轨道入去。换一个角度看，这台车就安尼伫轻铁轨道顶悬直直驶，差不多驶700公尺远，一直驶到吊链才动落来。附近民众看到这个办事，拢感觉伤蛤蟆。蛮傻眼，就看他到底是怎么开的。这边是草地啦，这边比较湿啦，它应该是陷进去。陷进去。那一边靠25路那一带是干的水泥地，所以它还可以开。先往前一点啦，再慢慢垫过去啦，来。因为惊硬拖会互超发布损长愈食力，3、4个员警甲拖吊业者用棒仔助力，豆豆甲车闪出去。警方表示，赛车是住伫台北73岁姓詹的查甫人，伊无食酒，驾照审验嘛无问题。代志发生的时，准备要去病院做看护，因为路草无色，才会驶对轻铁的轨道入去。本案詹女行为涉嫌违反刑法第184条过失妨害公众运输行驶安全罪，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以下罚金，将于警询后移请地检署侦办。高捷公司表示，这个事件造成8个轻铁车班延误，因为轿车驶过，造成部分的草包翘起来，会甲驾驶要求赔偿。高捷强调，民众若是无细致驶入去轨道内底，一定要随停车通报，千万唔通搁开，这会损害轨道，也造成公共安全问题。记者柯家族、柯小勇、高永昌报道。再来看屏东有一个工地，有民众检举讲有工人无绑安全绳啊，佮甲帮模做伙对3楼掉落来。劳动部早起嘛去现场劳检，要求工地得爱先停工哦。伫调查了后，若违法，上济是当罚30万。吊车准备要甲帮模对3楼掉落来，毋过详细看，帮模面顶煞坐一个工人，伊无绑安全绳啊，就安尼随帮模做伙掉落来。要到位的时阵，工人佫像咧骑马共款，哪坐哪摇，拢毋惊无细机落落来。画面看起来真惊人。问工地其他的工人表示，这个行为无妥当。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动作，那只要有任何一个闪失啊，人只要掉下来，人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吊车应该是模板工人。因为要吊装模板下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叫的吊车。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7，屏东农业产业园区内底的工地，工人表示，这笪所在要去废水的处理厂，迄当时帮模处理线要甲掉落来，判断是帮模师傅外包的吊车无遵照工地安全指示做。劳动部南部集载中心早起嘛到工地做劳检，因为算是重大缺失，已经要求现场部分停工。是针对我们看到的影片上的缺失，我们先只是个检查，然后现场也请他们去先一个部分停工，请他们把缺失改好，才能继续施作。一个吊车的作业确实不能这样子，除了吊挂物品，人员不可以在下方，以后更甚者。人员当然不可以坐在上面了，这个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作业。治安法的规定就是3到30万的一个罚则。南部集载中心表示，目前吊车已经无伫现场，若调查是事实，会照违法的比例开罚。嘛提醒施工人员，千万唔通一时好耍，就无注意工地安全，摕家己的性命讲耍笑。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再来看惠林县哦，最近半暝拢有无牌照的改装车在驾车，噪音阁真大，民众真困扰。惠林的警方昨是扩大执法，抓到21人甲21台改装车，佮伫其中的一台车超着毒品，昨晚嘛移送惠林地检署侦办。改装车以及骗车，因当讲发出真大声音，甚至弄几个红灯。警方驶巡逻车是一直用，车队都是无停落来。警方11月16日半暝就接到14件报案，有改装车伫惠林县的埔中、土库甲西里这所在4架集体违规骗车，有改装车甚至无挂车牌。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监视器顺线锁定这个改装车。这个月7日强烈扫动。对啊，我记得像这些，这个有杯都有，那有这对。总共有查获3部的一个遮牌器具。更有查获到 K 他命毒品。警方查到21人、21车，还佫伫其中一台车找到毒品海他命14包。这改装车包括路顶悬，还佫用路人或者是货资，4架组织骗车或者是收车链，也互当地民众真惊吓。警方调查这个无固定人数，大部分是透过网络招人，选择快速道路或者是国道附近的车道，除了方便组织，警方也派抓人。群组就开始号召。那号召了之后，就约了个定点啊。那个定点之后，当然会有路过的车辆，或许会报案啊。报案之后，警察就到。那到了之后，警察就驱赶，他们也就四处流窜。那流窜之后，又约了一个定点，又开始玩车。好，所以说这个造成警方我们查缉的一个困难度。警方表示，除了对车主家己改装、应当讲拆掉或者是将车牌这违规行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重罚。另外21人拢牵涉公共危险罪，也拢移送惠林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市美仑溪水头的国父桥段，因为即上侪沙石啊，有在地民众是真烦恼，讲若无赶紧处理哦，未来阁有风台落大雨，会造成真严重的灾情。接花莲市中山路底和吉安乡石壁的国父大桥，桥下都是悬悬河川美仑溪的中顶游。伫个控诉控3大地动了后，这沙石的积带是愈来愈严重，好像离桥敢若剩一层楼的宽度，边仔的肉粽甲肉互沙石引起啊。在美仑溪它其实贯穿了吉安、花莲，甚至到花莲市区再出海。那这条溪如果没有整治的话，万一有水溢流的话，那我们很担心光复的事件会不会在花莲出现。花莲市公所是邀请包括县府和县议会这相关单位做伙去视察，看到若无所准，河路边仔的爆花，包括体育运动公园，也是对球场这设施会先受害。请县政府能够做一个疏浚的一个动作。高山地的一个面积是非常广的，但是目前现在高山地上面也有很多的设施，也希望说不要破坏到设施的部分啊，来做一个疏浚。县府建设处强调，当年拢有所准，但是称雨量较大的时阵，是交予民众处以公共造产的方式来执行。即卖美仑溪中顶游的状况已经纳入评估。那我们县府目前的做法是要就国父桥下游，从这个主要深潮区的部分往下清淤，大概是600公尺啊。那这个清淤的土方，我们会堆置在这个河道的左岸的部分来做护体的动作。县府强调，所准工程会先增加河路的通水断面、维持风尘排放的功能，其他相关溪流嘛做伙来纳入检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早起有一名花莲国父乡佛祖街的灾民，因到行政院去抗议，伊是认为讲目前的中介处设计有问题，保护安全冇记录。因呼吁中介的爱好在地民众会当参与。行政院嘛承诺讲3礼拜内会去当地来开说明会。花莲马太阳溪放山河的灾情受创上严重的光复乡佛祖街的灾民，佫一摆来到台北，伫行政院门口口表达诉求，呼吁中介处毋是临时收容的，爱听地方的声音，符合灾民的需求。我不知道是不是搭建完毕就可以直接入住中继屋。第一阶段只有41户，10户共用一个厨房。如果不清淤掉，
将来我们要怎么回到我们的土地上？在民认为讲无共徛价饮水的程度是差真济，卡数补偿金额大家拢共款，并无符合公平原则，希望政府补助方式公开透明，而且简化申请流程。因讲到进前去行政院抗议，却无得到回应，对这行政院参议出面来接陈情，承诺3礼拜内会来说明。我们会在3个礼拜之内，会到这个当地去做一个说明会。接下来呢，我们也打算我们协调汇报。会在光复车站那边，会设置一个驻地的工作站。交紧重建卡步，立法议会嘛，伫同一天三读通过中央政府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灾后重建特别预算，预算规模是270亿，嘛遗留刷落来廿到30亿，调也有关度共识，一仙拢无加减。中央政府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陪在面出席的学者陈嘉霖讲，政府应该检讨启用外包的模式，导入更较侪在面自主参与，决策机制嘛袂当敢若有听到专家的声音，要纳入更较侪在地的知识和意见。地方的参与是需要体制化，毋是逐摆拢互在面需要来到街路抗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南投市民代表会通过讲，若市民意外过身有慰问金10万块，这是头一个推杀意外身故慰问金的管制。市公所是强调讲，望会当来减轻市民拄到意外经济压力。广播叫到手头的号码，民众到柜台办代志，来柜台也会当申请社会福利补助。亲像南投市公所去年推出每人5000块的双总慰问金，明年开始，若是南投市民不幸拄到意外，阁会发放市民意外过身慰问金，一个人10万块。有一笔钱安尼是袂歹，但是我感觉。若是钱会使愈侪愈好安尼，因为10万块一个家庭，1个月、2个月安尼尔，啊，凡是因有的人阁找无工课。老人年金我是感觉吼，因为咱钱一定的额度就好了，应该把钱做在其他的，包括幼儿、在培囡的钱无够，所以我感觉后摆公所吼会当阁去出得较高点的。南投市长表示，进前未少代表和民众，拢希望公所会当替市民保意外保险。经过公所研究，因为预算有限，改作推出意外过身慰问金。明年开始，只要户口设伫南投市，电线满6个月以上，那因为意外事故过身，歹毒自伤、自杀、酒后开车、食毒品、故意犯罪以及重大过失才会情形，家属就会当领到10万块的市民意外过身慰问金。市民的意外的身故慰问金吼，每一个是10万块。当然未来吼，咱嘛会继续分一年来检讨来讨论，有需要提高这金额，还是讲扩较侪补贴补助的这个范围。除了意外过身慰问金，每年南投市的中央敬老金。65到89岁也对原本的1500提悬到2000，90到99岁对2000调整为3000。针对民众建议，爱加重视幼稚福利的部分，南投市公所也讲，按算对后年2017年开始，会先针对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5岁以下囡仔，每个月发3000块的幼稚津贴。记者邢品仪南投报道。台湾沿海一寡风力发电的机组，拢要满20档的使用年限咯。中兴大学宣布讲，甲材料业者合作，会当加一片100公尺长的叶片回收，搁再利用，嘛做出全球头一支全回收的碳纤维羽毛球拍，咱做回来了解。利用碳纤维做出羽毛球的球杯，搁立中兴大学甲碳纤维业者合作，利用再生技术打造出全球第一支全部拢是用回收的碳纤维所做的球杯。这原料就是来自废弃的风电机组顶悬的线hiệu。回收回来的再生碳纤维，那我们利用我们独家的这一个纤维的改质的技术，然后把它跟塑胶去把它做混炼，然后做成这样的塑胶粒，再利用射出成型。把它射出成这个球拍。2015年所得的风灾造成台电风电机组的线hiệu断去，咱伫咧台中港务分公司的草埔当中，过6年才互人发现。即摆风电机组20年的使用期限就要到啊，到时阵全台各地会阁有较侪废弃的风电机组的线hiệu。以早将拢是互人当作粪扫烧掉或者是呆掉，即阵中兴大学就甲业者合作，甲线hiệu当中的碳纤维回收，利用历届技术，甲重新打造做碳纤
铅笔的球杯。微波技术其实就是可以把碳板里面的一个树脂提早先烧掉，那留下完好的一个碳纤维之后再去做的应用。那如何达到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回收？那把这些回收带来更多的产值，其实是我们现在就要想方设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中乡大学表示，一支碳铅笔做的羽毛球杯大约是88公克重，成本是200块。虽然无像职业用的球杯遐尼好，不过摕来练习是真有够的。一片100公尺长的细叶会当做1万支球杯，而且这球杯嘛会当回收再利用，希望会当透过安尼技术来打造循环经济。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教育局成立全国头一个高中双语教育的办公室，要来整合各校的资源，针对老师的培训、课程的设计，办公会当真正培养出学生双语的能力。I like learning English with the senior group. It's so interesting and useful. 透过视讯，甲新北市双城国小的学生英语40分钟，安康高中学生陈文莹和蔡文安每2礼拜参与学校的大手牵小手计划。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自己制作教材，然后去网上搜一些可能觉得对国小生有用的东西。不管是让小朋友可以学到更多英文，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更加深我们以前学英文的印象。学英语用英语教识学生，2人的语言能力嘛对咧提升。为着加速双语教育的推展，新北市教育局2号伫安康高中启用全国头一间高中双语教育推动办公室，佮和台师大甲企业基金会合作，为师培开始。它并不是要全英文上课，它是希望在课程中让孩子很自然的能够接触到英文，有说跟听的机会。高教国际合作基金会执行长、台师大教授林祖斌指出，营造双语环境，无老师是无可能的。办公室会扮演重要角色。伊嘛强调，老师的英文能力无应该伤过复杂。让学生知道说，哎呀，在我的学校里面，老师中文、英文都会使用。那自然而然的，学生在小学、国中、高中这12年里面，如果都有这样子的环境，他就不会把讲英文或开口讲一些简单的英文视为洪水猛兽。林主编搁再指出，免抢到全英语教课，爱提供适合无同年岁的语言环境。若学生爱量早接受多种语言，多语言能力会是学生未来的优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癌症连续43档，拢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健保署是利用 AI 技术，要来减少癌症病人用药等待时间哦。另外，11月开始，嘛先增加民众伫无共病院检查、影像等资料，拢会当伫线顶来查询，也毋但会当来避免重复检查，嘛通来减少健保的支出。癌已经连续43档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1名，公司就造成5万外的人无命。为着延长癌症的存活率，各大有病院开发癌症下科别整合照护系统，对病人确诊着癌了后的手术和电疗等等，所有的诊疗资料拢整合到一个界面，和过去医师都要开时间去各种检查系统来查资料比起来，新系统会当缩短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会当帮助医师对着癌的病人做较精准的治疗。最重要的是，当我要去看不同的检测项目，我要去做一个更精细的了解的时候，我不用在平台之间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我可以在我可以医生太平的地方，我马上就做一个记录，所以真的是方便很多。各病院精进癌症的病人的照护服务，健保署嘛结合数位科技来帮助抗癌。今年的健保云端系统是进化到2.0，强化数据的互通和整合效能，而且导入 AI 的辅助技术，提升临床决策的支持。11月开始，佫新增加检查的结果多元化的查询，譬如讲民众下院所看医生，唔免佫变影像的光碟，会当避免重复检查嘛，减少健保的支出。以前在这个医院跨院所的时候，都会需要再去拿光碟嘛，所以像这样影像学上传，就是我们用数位治理来节省行政流程，也可以节省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这个奔波往返的这个过程。健保署强调，行政院已经编列50亿做癌药基金，每年嘛有50亿，希望来减轻癌友的经济负担。另外嘛会建立肺癌、鳞癌、大肠癌等5种癌，检核规则的资料库，导入智能预测机制，缩短病人用药的等待时间。加速治疗的进程，嘛优化规个着癌的病人的照护品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政府望在2030年癌症的死亡率会当降1/3。卫生福利部嘛，甲民间团体合作推动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的立法，望讲会当来降低喙腔癌的死亡率咯。也毋过因为有反对的声音，到今是阁无啥进度。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因会继续拍拼来推动。会当看到各县市拢有推出喙腔癌防治的海报，这是台湾槟榔甲喙腔癌防治联盟发起的。联盟表示，布槟榔和喙腔癌有真大关系。伫防治这部分，目前已经看到发生率有降低，也毋过死亡率也无明显下降。筛检还要加强它的不止量以外，品质要加强，这样才能降低死亡率。筛检以后的这些阳性个案的追踪处置，这个也是很重要。目前卫福部也有研议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要求槟榔摊爱登记，嘛限制伫特定所在袂使布槟榔，亲像伫游览车顶。也毋过因为引起反弹，目前立法无进度。卫福部表示，为了落实健康台湾的目标，会继续推动立法。草拟的这个叫《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啊，那这个里面主要是强化啊这个对未成年跟这个孕妇啊的一个健康危害的防治，增加这个高风险族群的口腔癌筛检啊，跟这个戒槟榔的一个卫教的管道。根据卫福部统计，喙腔癌排10大癌症的第6名。若是有食槟榔的人，着喙腔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8倍。布槟榔佮啉烧酒风险佮较悬，是一般人的123倍。卫福部讲，为了国人的健康，建议民众上好是离槟榔佮烧酒愈远愈好，也爱配合定期体检，安尼才会当有效降低着癌的风险。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即马中国的第一届日本的歌手滨崎步本地29要伫上海办演唱会，演出的前一日，中国下令取消。也毋过，伊伫无观众的状况，坚持要完成规场的演出，即马引起真侪讨论。日本歌手蛤蟆崎阿优米原定伫11月29要伫中国上海举行演唱会，10万张的门票早就卖了了啊！毋过煞伫咧演唱会前一天，互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被逼取消演唱会。后来，蛤蟆崎阿优米完全无受影响，照常开演唱会。就算台卡一个人就无，伊也真专业、真骨力咧唱。对第一条唱甲安可，演唱会结束，蛤蟆崎阿优米也伫咧社群发表伊的心声，讲家己虽然面对14000个空空的座位，毋过却感受到世界各地歌迷疼惜，这是一项难忘的演唱会。台湾网友随老话表达支持，讲台湾真欢迎伊来。我相信台湾有很多滨崎步的粉丝，对，所以欢迎来台湾。我觉得中国的歌迷也应该会非常的期待，但是因为可能是一些政治因素，就没有办法，大家没有办法参与。我觉得这个就是三方皆输的一个状况。最近真侪韩团拢来到高雄开演唱会，规个社区是闹热滚滚。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真热情欢迎蛤蟆崎阿优米来高雄开演唱会，伊也认为讲艺术无应该受到政治的干扰。面对中国的打压，蛤蟆崎阿优米也无咧客气，后续也伫咧社群连续转发几十篇台湾的新闻。有网友看到也笑讲，即届中国真正是甲蛤蟆崎阿优米气到啊，也互全世界看到中国无赞无杂偌无礼。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2025年欧洲台湾文化年，台湾甲芬兰头一届合作大型的金属音乐节。现任的驻芬兰大使闪灵乐团的主唱林创泽冇表演哦。咱台湾甲芬兰的乐团交流，现场阁有台湾的盲情来设计台湾料理，咱做伙来欣赏。经过无合体演出闪灵，包含伫芬兰做大使主唱林创泽，也甲当地有名的小提琴手弗林范斯卡，伫 FFF 音乐节共台表现展现金属乐高。We move on with different journeys, different paths, but somehow life finds its way to bring us back here in Finland again. I also played with Chthonic. We did a couple of tours before. I played in a band called Turisas. I know them from a long time ago.
共款为台湾来兴华三岛用车皮的民谣琴声来讲台湾历史的记忆。会把古乐机用满满台式金属轮用引爆全场气氛，舞台设计用着台湾地景强标看板，呈现视听顶悬的跨文化响现。地主芬兰国民乐团卡普卡尼新城台 Lost Outside 提点现北欧在地金属乐风，为要让当地记者感受台式精神，记者会也请台湾 DJ 暖场，也佫有特别职人所爱客做台式点心，要情和北欧朋友的会。文化的穿透力呢，往往都会让参与的这些国外的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想进而的再去探寻台湾更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透过文化甲创意，让芬兰人感受台湾魅力甲吸引。公司国际记者芬兰报道。再来看高雄第15届打狗行业文学奖，今年是有上千件作品报名，作者伫11岁到84岁哦，分散文、小说、有新诗甲台语新诗。其中台语新诗的作品是有史以来上侪。我伫手部顶的城市中，行毋知路。这首《手中城》是今年打狗行业文学奖摕到台语新诗高雄奖的作品，作者殷雷今年敢若22岁，目前当咧一期做教化学生，由阿爸由主来代替朗读作品领奖。这首《手中城》是当初殷雷看到山顶有一老规定拄道光剑影，甲规个社会太较大康势力所写的作品。由主来讲，伊正感谢后生读高中的时主动讲要学台语，也可以做过甲母语找回来。台语毋单是文家，台语是生活。咱爱有才调，互台语思考过日，咱才会当透过台语来体做文学甲艺术。没有爸爸的支持是不可能有那么优美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我第一次看爸爸念儿子的诗，念得那么好。传递台语开口以及推广文化想法，和当期嘛是真学老。有评审委员讲，今年摕到华语新诗高雄奖的作品，用各种的时间意象来写兴达电厂的改建，每次是纪录片同款，和评审拢印象真深。公务员的角度，从鸟的角度去写。那并且以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时间来作为意象的主轴。作为一个公务员也好，作为一个诗的创作者也好，把这样的文字留下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曾经这样发生，这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世界。打狗行业文学奖无限国籍、无限主题，今年第15年举办，那作品的件数已经增加到1261件。作者年纪上少年的11岁，上济岁已经84啊。市长陈其迈表示，伊将感谢大家愿意用文字，甲这个时代社会各种好甲歹，拢记录落来。记者郭亚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阿里山招兵公园的附近过去真热闹，也毋过经过2届火烧，后来才有去这个公园。最近才有一个展览，要来重现100年来阿里山招兵社区的历史，咱做回来看卖。在地民众伫一笔一摆空虚相片当中，小解迄当阵自路的建筑甲生活。因为1950到1976年2摆森林大火才消失的阿里山招兵自路，透过这无共年代旧相片，互当初住伫遮的人会当有机会分享在个所在发生过的故事。对一些旅客以及当地的居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活动，让这个当地的居民以及旅客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招兵站的一些建筑、一些记忆。除了旧相片的展览，户外阁有国外艺术家伫90乘120公尺的范围内，配合空气图来表示迄当阵招兵自路内底工厂、仓库甲店头各共30外间的建筑物。要透过这种方式，互人感受招兵公园较早阁是自路时闹热的发展历史。在喂食你要盖房子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邻居你的房子会多大，所以你要先安置那些一些标杆。那我们用同样的那个方法的做法，但是不是呈现未来，而是在现过去。林业署家己分署甲阿里山林体分组处，伫阿里山的招兵车站举办装置艺术展，记录这个海拔2274公尺悬的自路，安怎为臭树仔、集运中心甲闹热的商店街仔，最后成做招兵公园的完整过去。希望透过展览的内容，互人更较认捌阿里山在地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
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北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